民進黨市長初選最後一場台南的結果上午出爐，立委陳亭妃的服務處在10點外，就幾位一路陪伴的議員來到現場。當民調結果一出，幾位議員攏歡喜甲流目屎。委員太辛苦了，這8年來真的，他從每個角落、每個區都走透透，真的我足感動的。所以我們真的，我們這議員真的。謝謝我們的人民，真的睜大眼睛看看，真的我們亭妃真正骨力夠認真的啊，37區真正一步一腳印行出來，真的他不會辜負我們的所有的鄉親。亭妃委員哈一路艱困哈，非常艱困的這樣一直非常堅持的走下去哈，我相信的是來自人民給予最大的動力跟肯定，所以這一次勝選，我們真的都是非常為他開心，也為台南市民，還有以及我們台南未來大步向前，走向我們幸福的城市。立委陳亭妃因上午走行程，一直到民調出爐以後，才回來到服務處來召開記者會。伊表示，佇個27黨的中正歷程，真感謝一路陪伊行過來的人民，未來將承擔新的任務，會甲所有的台南人做伙將台南來顧好好。我真的要謝謝所有的台南的鄉親、台南的人民，一路陪我走了完完整整的27個年頭。那在這第28個年頭，亭妃要跟大家一起承擔一個新的任務。這個新的任務就是大家要做伙來顧台南這個家。亭妃也要感謝每一位不斷鞭策我、磨練我、考驗我每一個人。我相信這攏是亭妃不斷自我反省，不斷用着咱上大的力量對家己講，這就是咱一路應該愛受到考驗的部分。尤其咱要擔任台南市第1位女性的市長，400黨內第1位女市長，我相信咱應該愛擱經過着擱較濟考驗，所以亭妃會繼續承擔，咱會做伙共同打拼，將所有過去的考驗磨練當作是家己，咱對家己上重要，咱對着這塊土地一路27黨最珍惜的一個部分。另外，為了黨內團結，陳亭妃未來嘛將第一時間來拜訪林俊憲等立委黨書，甲着市長，甚至向着賴總統來請益。陳亭妃強調，為了賴總統的連任，2026台南市長的選舉一定要贏。我們現在要的是團結的民進黨，尤其我們面對在2026藍白合的前提之下，其實在各縣市都不好打，所以我們一定要先團結內部，我們大步向前，這才能贏得我們最大的勝利。我再一次強調，2026我們一定要贏，而且要打贏，才能建立我們賴清德總統2028最大連任的底氣。而在記者會最後，立委陳亭妃嘛特別感謝王世堅委員，在這個初選過程中徛出來相挺，讓陳亭妃感受到政治的溫度。因此，在初選過關，嘛特別打電話向着王世堅來感謝。感謝你啦！這一次真的非常感謝你，你在對。沒有。沒有，真的。你在我這個1月1號開始起帖嘛，然後記者會，還有最後一天1月11號，甚至在我在初選要民調的關鍵時刻，你都在我旁邊，真的很感謝，你的人氣超旺的。謝謝。陳亭妃強調，未來家己將持續秉持一路行來的鐵馬精神，要用行動的政府、行動市長、行動的正能量來行入去基層，甲着人民的身邊，為台南帶來更較踏實的改變，持續用行動找回人民對着政治的感動。台南新聞林盈根採訪報道。